讲到文创产业，我们拍木马会想讲同工业企同武术有用的关系。学工业产品设计嘅徐建田讲，去工厂其实学嘅到设计佢匹配的优良哦。更加伊嘅设计工作室如提新北市三重中正北路嘅工业基地度，佢只嘅本单係以加工嘅茶廠工厂，因真唔見去關門咧。故所徐建田都開始個認真嚟去注意，按到有專業技術、有功夫嘅工廠老師傅，也認真按呢有為無色起落計劃按呢嘅想法，伊想用設計結合產業，提升其成功，按呢細型產業、創意產業同沙期，都是在向下生存、向下發展。这一个是这个。对对对，这是大的。这个一个大跟一个小的跟一个圆，你可以这三个尺寸选2个。先係突出切割位嘅銅片體積。这个 F， 对不对？面对你，这个 F 面对你，然后就是正。再過來係次等喺銅片行靠出個有經驗師母同數目師，設計師徐建田先睇情人節廿日，從民眾去到伊嘅設計工作室更加俾他，向下設計來做帶獎嘅東西，特產出係團員無共用嘅愛嘅花兒。情人节你都会想到说，可能要送那个礼物给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嘛，可能是项链啊、戒指啊，所以就跟饰品很有关系。然后我们附近有一个工厂，它就是在做饰品，那就透过一杯咖啡的时间的工作坊，想说这个不是很有压力，然后大家可以很轻松的聊一聊，然后透过这个工作坊，你可以这个铜啊，这个你自己敲那个字，可能等下嘛是在空在工厂去用上，有靠有趣同心機，靠到銅片度行，特產業都做出各有自家風格的東西。我自己本身對手工藝很有興趣，那我也有在上手工藝的課程。然後這一次是想說，比較是陽剛一點的，所以我想說，是不是來學一下？而且今天又是特別的日子，所以我想說，是不是要在這特別日子給自己一個小課程去充實自己，這樣。字要先寫下來，不然可能會打反。就是這個可能會打反掉，對，所以要一個一個字先寫，然後剛剛拿起來的時候就要對好這個正反，對，所以它打起來才會是字才不會亂掉。然後還要，我是覺得要設計一下放字的位置，對。然後因為像這邊我會留點空格，或是這一個留點空格，這樣比較有設計的巧思。徐建田嘅設計工作室改上唔到嘅係開喺三重中正北路工業區度行，一隻嘅本單係以加工嘅工廠，天氣唔好，數行以來過後，學工業產品設計嘅徐建田唔攀得也有專業技術，就係你買起嚟，就同工作室細到下來，還開始做起無色起落嘅計劃，想要帶新嘅法律來。是不是不要讓這個工廠好像慢慢的沒落？那我們自己是做設計嘛，所以就想說，怎麼樣用我們設計的方式，然後讓大家可以來這邊參觀啊，然後了解這些材料可以怎麼應用。所以就有一個這個念頭，就做了一個黑色聚落。所以我們之前有開發一些商品，就跟我們的左鄰右舍合作，然後慢慢邀請一些設計師。也在這邊做一些活動。徐建田同自家嘅商品設計，今日身體製造嘅概念，還同隔壁連鎖合作，用單一產品去同各個生產線聯絡起來。像我們有這個日曆嘛，這個也是就是，比如說你鐳射切割這個版型，然後這個弧形的話，就是要彎版啊、折版啊，然後去把它做出來。今年徐建田還開始用工作坊嘅方式，為民眾一般來認識一間第三重菜體嘅工廠，想要有韓國度嘅發展。等下你看
心，因为不要偷到机器什么之类的。市建厅带动参加工作坊的民众，去到做食品材料的工厂，隔3年就先出嚟，見門見翕相，看到別行嘅枯葉又綁滿嘅材料，3年都看到目睭會見。就有更多靈感，然後就知道更多可能會有創作不同的元素存在，這樣子，對啊。你準備要大採購？是我準備跟朋友借錢要大採購。东西很多，对，很多，而且尺寸也很多，就是比在火车站看到的那种还要多。从1楼你其实根本看不出来他在做什么，可是你上来楼上，你就会觉得，就是这些东西就会让你很开心这样。然后其实我带学生，尤其是女生啊，每个都会哇尖叫，然后就会想要带这个，想要带那个。用設計提升期間員愛設計同產業結合放起來，也係市建廳一下整體獨獨嘅愛完成嘅夢想。他去那邊報名的話，表示他對飾品設計這個方面，他有喜好，有喜歡，他就可以。如果到時候他真的有心要開發東西的時候，他會想到我們。因為這邊的工廠以前都是代工為主，所以他們其實沒有很明顯的招牌。所以其實一般人來這邊，你如果不曉得他是做什麼，你也不曉得要找哪一個工廠。那再來就是說，透過我們這樣一些活動啦，就是說讓這個互動性更高，然後他們也看到大家對他們其實很感興趣，那他們對做這件事情，我覺得會更，我覺得有點就是找回以前的那種自信，那種熱忱這樣。市建廳工作室嘅行嘅導向就有幾百間嘅工廠，佢認為也係一個具有能量、韓國具有發展嘅素材，好好嘅囤積到採地資源，按好嘅條件拿來利用，按嚟細細嘅產業、社區、創意產業，相幫相騰，天朝會有春光，無色起落，未天朝會有幾大年嘅光。